今仔日5月20号，咱要对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读到第12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7章，今日亚林人就来接上主的约柜去山顶阿比拿达的厝，因任命伊的囝伊利亚撒固守上主的约柜。约柜留伫基列亚林有20年久，以色列全家同伙归向上主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讲：恁若要专心归顺上主，就对恁中间除去外族的神明甲亚斯他略女神，决绝归向上主，只有服侍伊。伊会救恁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以色列人就除去逐所在的巴力甲亚斯他略女神，只有服侍上主。撒母耳讲：着组织所有的以色列人来米斯巴，我要为着恁向上主祈祷。因就组织伫米斯巴集水倒伫上主的面前。迄日，因禁者伫遐忏悔讲：我有得罪上主。撒母耳就伫米斯巴裁决以色列民间的案件。非利士人听到以色列人伫米斯巴聚集，因的首领就出兵攻击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听到就真惊。以色列人甲撒母耳讲：请你继续为着阮求叫上主咱的上帝，求伊救咱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撒母耳就用一只食年的羊仔做烧化祭献给上主。撒母耳替以色列人求叫上主，上主有听伊的祈祷。撒母耳在献烧化祭的时，非利士人撇活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迄日，上主大声弹雷攻击非利士人，拍乱因，因就抬书对以色列人的面前逃走。以色列人对米斯巴出来，追赶非利士人，追杀因，直到伯甲附近。撒母耳伫米斯巴甲神的中间采一块石，甲伊号名叫做以便以谢，讲到今仔日，上主一直有在帮助咱。对迄日起，非利士人就屈服，毋敢阁侵入以色列人的领土。撒母耳活地的时，上主的手阻止非利士人的侵犯。对以革伦到迦得，非利士人抢去的城，拢行以色列人。以色列人收回拢总的领土。迄时，以色列人甲迦南人和平相处。撒母耳一生做以色列的士师，逐年伊巡视伯特利、吉甲、米斯巴这些所在，giải決以色列民間的案件。伊巡視了後，攏會倒去伊的故鄉拉瑪，佇遐做士師。伊嘛佇遐為着上主去一座祭壇。第8章，撒母耳已經老，就設立伊兩個囝做以色列的士師。大囝約尼甲第二囝阿比亞攏佇米斯巴做士師。毋過，因無學因老爸的模樣，因貪不義之財，收賄賂，無照公道裁決。對安尼，以色列的長老攏召集來拉瑪見撒母耳，甲伊講：你已經年老，恁兩個囝無學你的模樣，所以就設立一個王甲阮治理，親像別個國家同款。撒母耳對因要求一個王的事無歡喜，伊就對上主祈禱。上主對撒母耳講：人民的要求你着接受，因毋是氣殺你，是氣殺我。因無愛我做因的王，
对我带因出埃及到今仔日，因所做的拢是离开我，去服侍别个神明。现在因嘛安尼在对待你，但因的要求你着接受，毋过着严严甲因警告，互因知将来因的王会安怎管辖因。撒母耳将上主的话拢甲遐个对伊要求一个王的人民讲，将来恁的王会安尼管辖恁，伊会调恁的囝去做兵，有的做战车兵，有的做马兵，因走最前，做王的先锋。伊会派人做官长，有的管1000，有的管50，嘛有的派人甲伊做园，修成5国，做军器甲战车的装备。伊会调恁的查某囝，甲伊制作香油、煮食、烘饼。伊会甲恁上好的餐园、泡汤园、橄榄园提去，互伊的人神。恁的5国甲葡萄，伊会出1/10，互伊的官员甲人神。伊会掠恁的奴仆、奴婢、勇壮的少年人，甲恁的女仔，甲伊做工。恁的羊群，伊要出10%，恁嘛会做伊的奴隶。迄时，恁会因为所敬的王哀叫，毋过上主毋插恁。毋过人民毋听撒母耳的话，反倒因讲：你讲的，阮无赞成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治理阮。安尼，阮才会亲像别国有家己的王甲阮治理，带阮去交战。撒母耳听到人民的话了后，就讲互上主听。上主对撒母耳讲：你着听因的要求，甲因设立一个王。撒母耳就甲以色列人讲：恁通倒去。第9章，有一个便雅悯支族的人，叫做基士，是亚伯的囝，洗罗的孙，比哥拉的曾孙，阿菲亚的元孙。伊是好业人，伊有一个囝叫做扫罗，勇壮佮英俊。以色列人无一个会当甲伊比，伊比别人较悬一粒头。扫罗的老爸基士拍毋记几若只女某。基士甲扫罗讲：你带一个仆人去找遐个女仔，因行头以法莲山区、沙利沙地区、沙林地区，后来到便雅悯地区，拢找无。因到苏弗地区的时，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：咱倒来去，若无老爸无烦恼如，煞烦恼咱。仆人讲：等下，这个庄头有一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受大家敬重，伊所讲的拢会实现。咱来去找伊，无定得伊会甲咱指示去倒位找驴。扫罗甲仆人讲：咱若要去见伊，有啥物通送伊？咱地仔内已经无食米，嘛无咧米通送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咱还有啥物无？仆人阁应扫罗：我有一块细块银仔，通送互迄个上帝重用的人，请伊甲咱讲，伫倒位会找着驴仔。以前以色列人要求问上帝，会讲：咱来去找神眷。较早的神眷，今仔日叫做神祗。扫罗甲仆人讲：好，咱来去。因就去上帝重用的人住的城。因上山边要入城的时，拄着几来个查某囡仔出来要接水，就问因：神眷有伫遮无？查某囡仔因讲：有。
伊伫遮拄伫恁头前进去，伊今仔日拄好来即个城，要伫山头段为民众献祭。恁一个入城，伫伊还未上山头段食祭米以前，会找着伊，因为民众袂当先食，着等伊祝福祭米了后，受请的人才会当食。恁即阵去就会找着伊。扫罗甲伊的仆人就继续行，因要入城的时，撒母耳拄向因行来，要出城去山头段。扫罗还未到的头一日，上主已经甲撒母耳启示讲：明仔载即个时阵，我要找一个人对便雅悯地区来你遮，你着甲伊抹油，设立伊做我的子民以色列的统治者。伊会救我的子民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我有看到我的子民的困苦，听到因哀求的声。撒母耳一个看到扫罗，上主就对伊讲：这个就是我甲你讲要治理我的子民迄个人。扫罗伫城门内行挖撒母耳，甲伊问：请问神根的厝伫倒位？撒母耳应扫罗讲：我就是神根。你先上去山头段，今仔日你要甲我做伙食饭。明仔早起，我会送你倒去。你咧烦恼的代志，我会甲你讲。你3日前拍毋记遐个驴仔，你毋免烦恼，已经找着啦。以色列人所得较无的是甚物人？检是你甲恁老爸的家族。扫罗应讲：我是便雅悯人，属以色列人上细的支族。阮家族果是便雅悯支族中上细。你若甲我讲这话。撒母耳带扫罗甲伊的仆人入去客厅，互因伫所请的人中间坐大位。所请的人客大约有30个。撒母耳甲主食的讲：我交代你收起来迄份通捧出来。主食的就将特选的大腿捧出来，下伫扫罗面前。撒母耳讲：这份是为着你留的，请你食。伫我邀请人客的时，就有先准备。留到这个时阵，迄日扫罗就甲撒母耳做伙食。因对山头段落来入城，撒母耳甲扫罗伫厝顶讲话。透早天不光的时，扫罗还伫厝顶伫困。撒母耳叫伊起来，我送你倒去。扫罗就起来，伊甲撒母耳两人出去外面。因行到城的角头，撒母耳甲扫罗讲，叫仆人先去。仆人就去。撒母耳阁讲，踮遮小等一下，我要甲你传达上帝的话。第10章，撒母耳摕一罐油倒伫扫罗的头壳，甲伊浸，讲：上主用油甲你抹，设立你做伊子民的统治者。今仔日你离开我了后，去便雅悯地区的舍萨、瓦郡、雷吉的梦的时，会拄着两个人，因为甲你讲，你咧找的驴仔已经找着。即阵你的老爸无在烦恼驴仔，是在挂虑你。伊在问我的囝拢无消息，要安怎？你继续对遐去，到塔伯的上树遐，会拄着3个人，因要去别地里献祭互上帝。一个带3只山羊仔，一个带3个饼，一个带一批地的酒。因为家己请安，互你2个饼，你着接受。后来你着去上帝的山基比亚，
伫遐有非利士人伫防守。你入城的时，会拄着一尊神猪对山头弹落来，有人弹琴弹瑟，有人拍鼓，有人分片仔，因拢入神讲话。上主的神会大大充满你，你会变做新的人，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这代志发生的时，你就照所受的感动去做，因为上帝甲你同在。你著去吉甲，我嘛会去遐献烧化祭甲平安祭。你听候7日，等我甲你遐指示你著做的代志。扫罗活转身离开撒母耳的时，上帝予伊新的心。伫迄日，撒母耳甲伊讲的代志拢实现。扫罗甲伊的仆人来到基比亚，拄着一阵神猪对遐出来。迄时，上帝神大大充满伊，伊就甲因相款入神讲话。前到达捌伊的人看到伊伫神猪中入神讲话，就问来问去，基士的囝是安怎？扫罗嘛做神猪哦。有一个迄所在的人讲，遐人的师傅是啥人？对安尼，有一句俗语讲，扫罗嘛做神猪哦。扫罗入神讲话了，就上去山头弹敬拜。扫罗的阿叔问扫罗甲伊的仆人讲，恁去倒位？伊应讲，去找驴仔，找无就去撒母耳遐。扫罗阿叔讲，请你甲我讲，撒母耳对恁讲甚物？扫罗对伊阿叔讲，伊清楚甲阮讲，驴仔已经找着啦。毋过扫罗无甲伊的阿叔提起撒母耳讲伊要做王的事。撒母耳调集人民到米斯巴来见上主。伊对以色列人讲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我带以色列出埃及，该叫恁脱离埃及人的手，甲遐个压制恁的列国。毋过今仔日，恁去杀这位救恁脱离所有患难灾祸的上帝，要求我甲恁设立一个王统治恁，打着照恁的支族、宗族来徛伫上主面前。撒母耳叫以色列逐支族进前来，抽着便雅悯支族，佮叫便雅悯支族照因的宗族进前来，抽着马德里族。对迄中间，佮抽着基士的囝扫罗，众人找伊，毋过找拢无，因就佮问上主：迄人有来遮无？上主讲：伊秘伫迄堆行李内面，因就行去，对遐甲扫罗带出来。伊来徛伫众人的中间，比别人较悬一条头。撒母耳对民众讲：恁有看到无？上帝所敬的人，无一个会当甲伊比。众人就欢呼，王万岁！撒母耳将王的责任甲权利对人民说明，佮记载伫册里，下伫上主的面前。然后撒母耳解散民众，互因拢转去因兜。扫罗嘛转去基比亚伊家己的厝。有一阵心受上帝感动的勇士嘛缀伊去。毋过有一寡匪类讲，这人哪会救咱？因藐视扫罗，嘛无送伊礼物。扫罗拢无讲甚物。第11章，阿文人拿哈上去围攻基列的雅比。雅比人甲拿哈讲：你甲阮签约，阮就服侍你。阿文人拿哈应讲：互阮学恁逐个人的正目来侮辱以色列人，我就甲恁签约。雅比的长老甲伊讲：求你宽容阮7日，阮通派人去以色列全境。若无人要救阮，阮就投降。所派的人到扫罗
大个基比亚，将即个消息讲互民众听，因就拢大声哭。扫罗拄对园里赶牛倒来，扫罗讲：大家是安怎伫哭？因就将亚比人的代志甲伊讲。扫罗听到即个消息，受上帝的神大大充满，非常生气。伊就将一对牛切做一块一块，交代使者送到以色列全境，警告讲：无出来对扫罗甲撒母耳的人，因的牛嘛会安尼，互人切做一块一块。上主互人民非常惊吓，因就拢同心，亲像一人出来应战。扫罗伫比色点算人数，以色列人有30万，犹大人有3万。因甲派来的人讲：恁着安尼回复基列的亚比人讲，明仔载日中昼的时，恁会得到解救。派来的人倒去甲亚比人讲，因就非常欢喜。亚比人就甲阿文人讲，明仔载阮会出来投降，出在恁对台馆。隔日，扫罗甲人民分做3队，天地要光的时，因攻入阿文人的军营，一直到日中昼，拍死真侪人，剩的人拢死煞，虽人得命。人民甲撒母耳讲，是啥人讲扫罗哪会当治理咱？甲因交出来，阮要甲刣死。扫罗讲，今仔日一个拢毋通刣，因为今仔日上主有拯救以色列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，来，咱来去吉甲，伫遐正式确立王权。全部的人民就去吉甲。伫上主面前设立扫罗做王，搁献平安祭互上主。扫罗甲以色列众人欢喜庆祝。第12章，撒母耳甲所有的以色列人讲：恁对我的要求，我拢有听见，就甲恁设立一个王治理恁。现在恁有一个王来领导恁。我已经年老，他们伯。我的囝嘛拢甲恁做伙，我对少年到大，拢一直在领导恁。我伫遮，恁着伫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面前做证。我减捌抢人的牛，夺人的驴，捌欺负啥人，压制啥人，捌甲人收贿赂，做无公平的裁决。若有，我拢要行恁。因讲，你毋捌欺负阮，毋捌压制阮，嘛毋捌对人摕什么。伊甲因讲，今仔日恁袂当找到我有做什么毋对。上主甲伊所选立的王，拢为我做证。人民因讲，上主做证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，以前上主任命摩西甲阿伦，带恁的祖先出埃及，但恁着徛好势。我要伫上主的面前，甲恁控告，甲恁提醒。上主有为着恁甲恁的祖先做真侪拯救的大事。早前雅各去埃及了后，恁的祖先有求叫上主。上主就找摩西甲阿伦，带因出埃及，互因伫这个所在定居。毋过，因袂记得上主因的上帝，伊就甲因交互哈瑟的将军西西拉、非利士人甲摩押王，出在遐的人来攻击。因求叫上主讲，阮有犯罪。因为阮离开上主去服侍巴力甲阿斯塔略，求你救阮脱离对敌的手，阮就要服侍你。
上主就找基顿、巴拉、亚弗他，甲我撒母耳，求恁脱离四围对敌的手，恁才会当平安徛起。毋过阿文人的王拿哈一个来攻击恁，恁就对我讲，我无爱，阮一定要有一个王甲阮统治。其实上主，恁的上帝是恁的王。但看咧，恁所敬所求的王伫遮，上主已经设立一个王统治恁。恁若敬畏上主，服侍伊，听伊的话，无违背伊的命令，恁甲治理恁的王嘛顺坦上主恁的上帝，安尼就真好。恁若毋听探上主的话，违背伊的命令，上主的手会攻击恁，亲像早前攻击恁的祖先相款。但徛好势，来看上主伫恁目睭前要做的伟大的事。今仔日敢毋是挂小麦无雨水的时，我要求上主，伊会起雷落雨，互恁越知越看出恁是为家己要求设立王，伫上主面前是犯大罪。撒母耳祈求上主，上主就伫即日起雷落雨，众人就行为上主甲撒母耳。因甲撒母耳讲，请你替你的仆人祈求上主你的上帝，阮才免死，因为阮为家己求一个王，真正是罪上加罪。撒母耳甲人民讲，毋免惊，虽然恁做即个歹代志，毋过毋通偏离无对上主，只有着专心服侍上主，毋通偏离上主去对虚假的神明，因为因虚假无路用，袂当救恁。既然上主拣选恁做伊的子民，为着要持守家己尊贵的名，伊一定袂弃杀恁。我一定不断替恁祈祷。若无，我就得罪上主。我要指示恁好过正直的路。恁只有着敬畏上主，诚心实意服侍伊，就会记得伊为着恁所做的代志，偌尼啊大。恁若继续做歹，恁甲恁的王一定会做一个灭亡。咱今仔所读的圣经节，伫撒母耳记上卷第7章到第12章。